大家好，何太6月18日入境處，簽到比平時時間長，應該係佢係裡面扮可憐，同警察講，有人影佢裡面等，啲警察便衣到嚟護送佢出嚟，後面出咗警署又有人見到佢搭地鐵去咗柴灣，杏花邨，俾一架車身上面寫住河東基金的車接走咗，有人就話係啲人去影佢。所以社福機構可憐佢保護佢，佢扮可憐。社福機構可憐佢保護佢，應該就唔係因為有人影佢，而導致社福機構出動。佢去咗社福機構，估計係準備同何伯離婚，為離婚鋪路。同埋何太應該係故技重施啊！佢第一任老公應該就係咁樣，通過咁樣嘅途徑離咗婚。佢又故技重施。用返同一條橋，柴灣嗰個社福機構就係幫助啲，即係有家庭糾紛、家庭關係受到困擾嘅因家庭關係相處唔到，受到精神困擾啊。社福機構避免俾呢啲家庭出現家庭慘劇，多數而啲新移民嫁嚟香港，跟住嚟到香港又見到老公原來係咁窮，見到個老公年紀又老啊又窮啊。唔想再跟佢啦。之前係為咗將香港身份證引個老公，又冇感情。既然已經攞咗身份證，唔再引了，所以就想離婚。但係啲離婚啲香港男人未必制㗎嘛，所以咪嗌交落，相處唔到，甚至有啲打交。呢啲機構就係經出現家庭慘劇啊，經有即係傷人落血腥事件啊，所以咪就幫住大陸過嚟嗰啲新移民咯。其實佢哋係已經決定咗想離婚㗎啦，決定咗同個香港的男人離婚㗎啦。呢啲機構就係幫助佢哋，同佢哋分開一段已冇有感情的婚姻，去鋪路啊，教佢哋你可以點樣離婚啊，可以點樣申請法律援助啊，離咗婚之後的住屋安排，點樣申請公屋，特別係有小朋友嗰啲家庭啊。即係經過小朋友受到傷害，所以呢啲機構就要幫佢哋，即係避免出現啲家庭慘劇啊。都有啲香港男人見到個大陸老婆嚟到嚟香港，冇人冇物，即係又親戚又冇成，所以就諗住蝦佢哋。見到個老婆想走就兇佢，以為兇佢佢就唔夠膽走，嚇佢，甚至話打嚇佢，甚至話殺你我點。所以呢啲機構就係防止呢啲事情發生落。有啲香港男人亦見到有呢啲機構出面幫佢個老婆，所以就唔夠膽再發佈了。估計河馬第一任老公都係咁樣，去報咗呢啲機構，話有家庭糾紛啊，有家暴啊，受養啊，所以呢啲機構咁樣幫助佢，接受過呢啲機構的服務，又申請到公屋啊，佢又有個仔，咁易享受到呢啲服務。所以佢而家又故技重施，用返同一條橋。佢第一任老公係點樣，大家唔知啦。但係何伯點咩樣家暴到佢啊？佢家暴何伯就差唔多。不過連呢啲社福機構都要做嘢落，即係見到嗰啲想離婚嘅新移民，撇甩條佬的心意已決，但係就係未揾到啱嘅方法，大家心平氣和嘅離婚。所以咪就避免出現家庭慘劇，所以要出來幫佢哋，特別有小朋友嗰啲列，即係驚影響到個小朋友啊。始終個小朋友無辜的啊。何太個仔而家都成人啦，大個仔啦，都唔再係小朋友啦。同埋佢根本佢就係唔需要受到呢啲保護嘅，因為列佢即係佢蝦何伯多啲，何伯都蝦唔到佢啦。同埋你第一次就話大陸過嚟香港，唔知頭唔知路，唔知香港呢啲，即係大家文化背景唔同，即係你唔知你老公係香港學，原來係咁窮，你嫁到嚟先知，但係你已經係第二次嫁啦，你唔係第一次嫁啦，你已經係第二次啦，第二次你都唔諗清楚就嫁，你見到佢有450萬就想嫁俾佢。而家450萬攞唔到手落，你又想離婚，咁樣又來享受呢啲福利，又真係嘥晒納稅人嘅錢。
所以何太入住社福機構列係因為啲人影佢，唔會影響到佢住青田村，啲人又唔係去佢屋企影佢，又唔係去佢住嘅地方影佢，就算係佢住嘅地方啦，都冇咁易俾佢，因為呢條理由俾佢入住社福機構啦。估計就係因為同何伯要離婚，即係想同何伯分開，仲有何同喺證人上庭前唔可以同證人接觸。青田村要留俾何同住，何太冇地方住，就申請呢啲住宿。6月20日星期五呢日，本應是何太到警署簽到的日子，但冇人影到何太去屯門警署，冇人見到何太在屯門警署出現過，也冇有人見過有寫住何東基金的車出入過屯門警署。